有冇姊妹同我一樣，明明樽樽罐罐用唔少，皮膚仲係冇改善，覺得佢錢都白花嘅？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個令我由無效護膚到一夜換皮嘅秘訣，就係 Now Me 呢一部超滲灌注儀。佢唔係普通美容機，而係一部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嘅醫美級再生水光機。最打動我哋點係真冇創，零破皮，零恢復期。朝早用5分鐘搞掂，面唔紅唔腫，化完妝就出得門口。對於我呢種經痛又冇時間去美容院嘅人嚟講，真係太好啦！做過功課先知，佢噴出嚟嘅唔係普通水霧，而係高壓打出嚟嘅生物科技成分，可以將營養直接送入真皮層。平時搽咗營養，可能連角質層都過唔到，但佢可以直達基底，好似幫乾涸嘅皮膚深層灌水狀。用完之後，皮膚係嗰種又光澤又淡嘅紋嘅潤感，一啲都唔有。最核心係冇嘅精華，一邊係同皮膚細胞同源嘅外泌體，一支就有200億個活性囊包。細胞認得嘅會主動開門吸收，等於由內部發信號俾細胞，等佢自動自覺修護再生。呢啲先係真正根源抗老，唔係表面功夫。而且設計好貼心，到頭同精華都係一次性，用完即棄，乾淨衛生，唔使驚清潔唔乾淨有細菌殘留，將醫美級嘅護理直接搬返屋企。我自己用完最大感受就係皮膚終於吸收晒嘅營養，熬完夜急救一下，殘陽同暗沉好快就冇晒，皮膚透出健康光澤，摸落去又嫩又彈。平時配埋貴價精華，吸收率都高咗一大截，真係好似賺咗嘅。而家有呢部 Now Me 超滲灌注儀，喺屋企就做到院線級護理。想皮膚由底靚到外嘅姊妹，真係要試下 Now Me 超滲透灌注美容儀，將安全醫美級修復帶入屋，原價13888，而家留言或即刻俾個優惠碼你，7888，同藍蓮講拜拜。